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到底即马总统选举是几个人咧选呢？哪必合到遮久，敢若9万18怪，敢是为着胜选两边，你上无嘛勉强一败？进入洞房来分家伙，理念政策1月13了后才铺排吗？敢讲事先先有后婚，才甲台湾慢慢啊来谈恋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黃清良。是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師大政治所教授曲條雄。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資深媒體人謝和志。大家好，大家好。第四位資深媒體人邝仁俊。大家好。那麼首先呢，讓大家來了解到底即馬進度到倒位，這真重要哦。因為信息萬變，有當是1點鐘、2點鐘就無共款。總統候選人強要登記開放登記咯，哪必到底會合還是會合？那麼有風聲咧講，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已經同意前總統馬英九來做協商的中人啊，這個為中人做見證。那麼侯友宜嘛表示有需要，伊嘛愛參加來協商。不過兩黨也是抑個有因的堅持，譬如講那亞希望講民調要有政黨的支持度，這差別在哪裡？民眾黨這邊就強調一定要全民調。那麼賴清德辦公室是批評郭文哲為着政治紅利完全無立場。在支持者上的好彩頭，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到新竹市場掃街，輕走基層。不過登記日期是愈來愈近，若未合無合的壓力增加。傳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已經同意前總統馬英九做協商見證人。如果朱主席同意，馬總統才能來當見證。那我可以跟你講，我了解朱主席是同意。同意。只要需要我在的地方，我一定會去參加政黨合作是聯合賽，不是淘汰賽。侯友宜繼續對國民黨發聲，希望個人較細一點啊，國家較大一點啊。不過南非議員傳出有各自堅持，馬營議員希望達到政黨支持度，民眾黨是表態，一般全民調都是底線。柯侯或侯柯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去做民調的話，基本上它就已經有包含了政黨支持度在內了。所以我們認為說，就是按照做台灣模式全民調就好，那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設定出來的一個底線的部分。一定要考慮政黨的實力，那至於比例嘛，我們尊重黨中央的決策。考量全民調的時候呢，要有一定的權數。民進黨大清德辦公室是各將炮火對向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為政治紅利，立場前後矛盾。柯文哲為了自己的政治紅利、政治利益，他不惜打破過去他的立場。他現在跟朱立倫、侯友宜在進行多次的密室協商，他打臉了過去的柯文哲。因為侯友宜批評大清德一直抄襲家己政見，大清德辦公室是反擊，要求侯友宜先落實李新巴提出的政策。記者綜合報道。他昨下咧看新聞大時，我本來暗算講吼，要甲各方的這個反應哦，攏甲講一擺。但是我想講免啦，直接來問啊，理事長哦，理事長，到底是會合還是未合？這吼這已經剩3天哦。我這那剝洋蔥啊，一片一片安尼剝出來，講會清楚哈。這出戲哈3月開始哦，講到做。有人講做好戲大戲拖棚啦吼，用華語來講吼，但是其實吼原來是吼高潮迭起啦吼，啊，即馬看起來因為這個選舉的登記的時間吼已經特別到位啊吼，所以應該明仔載是一個重要的這個關鍵的時間。拄則咱節目一直介紹有講嘛吼，因為明仔載關鍵的人攏佇遐哦，啊，即馬看起來。這個國民黨至少有一個對岸，底下講這64比嘛哈，講做個人的部分佔6%哦，
占六成，啊，政党的这个部分的民调占4成啊。另外，我有看到迄个刘小康吼，有一个建议啦吼，伊讲若是无这个政党的部分哦，伊互伊讲做专民调吼，但是诶，高温调爱让5%啦。哦，毋是干那迄个误差就对了哈。即摆咱毋知影讲明仔载因要谈哈，这方案是毋是会有其中有一个案会谈出一个结果，啊是讲还佫有新的一个想法，拢毋知哦。当然啦，因为明仔载我的看法是讲，若要合吼，明仔载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啦哈，最后的机会，因为时间你甲看嘛哈。即摆咱知影讲国民党本来啊明仔载要开中常会，即摆已经延到19号啊，礼拜嘛吼。啊，迄个民众党吼，原来有一个安排，我本来19号就要做伊即个宣布伊的总统的即个布局就对了吼。所以19号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时间。当然，这是为着因为20号开始中选会开始受理登记嘛吼。当然，登记毋是干那一天啦，理论上吼会当到24号啦。意思就是讲啊，若是讲明仔载，若是会当谈出一个结果。哦，啊，倒过来就是爱做民调要准备3天的时间，所以拜4、拜5、拜6随做，拜6礼拜结果出来，啊礼拜拜6赢，结果出来，啊礼拜哦来宣布这个结果，这是一种。这合理啦，吼。啊，若是谈无成吼，可能要有人会讲，哎啦，莫安尼就要破去啦，吼，佫延一个，安尼就爱变做啥呢？变做国民党的中常会也好，民众党最后伊宣布拢佫延，但是不要紧，到24号以前拢有机会哦。安尼有怪阮的节目佫一直讲落去。毋是干咱这节目，全世界全台湾的人都讲吼，所以我讲吼，看起来是叫做歹戏大病吼，但是高潮迭起哦，伊这变化一直出来哦。这内底当然是安尼啦，那用一个角度来想哦，我较保守的看法吼，讲坦白吼，即要达成一个有法度接受的这个结果吼。确实无法简单啦吼，无法简单吼。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差不多已经要分裂啊，吼，已经各自准备啊。该破咧破去啦。一个真重要原因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国民党吼，迄支喙啊吼乱转吼，国民党内一寡人吼是已经挡袂掉。你看这两个看吼，李乾隆吼前秘书长，伊讲这是一个两个股东，一个一派，一个100派，啊，互迄一派你牵你走安尼啦吼。我看到迄个王令麟呐，哦，迄个原来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迄个企业集团大老板，伊讲看不下去了啦哈，国民党家己选就好哈，结果声音真多哦，哦，你像迄个王金平哈院长啊，伊甚至讲李处长，这安尼是毋是看起来有小可敢若本土派甲这个外省派，佫开始咧小无讲较明显，无讲较明显，但是有一个角度看起来吼，就是讲。一部分的人认为讲，国民党无应该吼，互柯文哲吼受尽伊的凌辱安尼啦，互伊安尼伫遐侮辱到这个程度吼。这当然啦，有人会批评讲，啊，你这款人呐，你要坚持家己吼，安尼就安怎？你安尼你就无应该，你就表示讲你无迄个决心要下架民进党。哦，我看原来有这款批评会出来吼，但是咱要讲起来就是讲，这所有反对的人吼。意思就讲，你若是讲明仔载迄个协调会专业协调会出来，哦，讲坦白个，除非迄出来的结果出来是侯科配，可能我看国民党内底这个问题较少，应该是较少哦。但是呢，你也是侯科配，佫一个问题出来啊，就是1+1有没有大于2？你看联合报今日迄个民调，我觉得数据真趣味哈，讲啊，这个若是侯科配哈，原来支持。柯文哲的支持者有4成5会走去，吼，咱今仔就来叫民众党伊嘛有讲啊，讲40岁以下全部都拢袂去投吼。啊，但是你若是柯侯配吼，柯侯配咧，讲实在啦，原来侯友宜这部分的支持者一部分往来走，但是无像柯文哲迄部分走较侪吼。但是确实唔知影讲，那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国民党县市长，尤其是王金平提醒讲，这个抓就算当选。以后是一个乱源，伊意思是讲啊，你柯文哲做总统，你讲行政院长啦，教育的协调，行政院长国民党来做，讲行政院长听啥的，听总统的啊，听总统的告诉国民党立法委员要安怎？伊意思讲安尼国民党可能会分裂。这就是咱吼，要这个节目要甲一般政论节目要来谈论这哪必合吼，你无共款的所在。我定咧讲吼，英语有一句话叫 "Rebound love is never good"， 就是吼反弹的爱唔是真爱啦。
吼，你为着要落架民进党，吼，啊，你即马就先友后分，吼，啊，先分后友，先分后友了后，啊，后手就产生一寡问题，啊，你若无想好，选民也无想好，也是讲你候选人本身也无想好，这对着台湾。唔通讲，干那热情得落架就好啊！迄其实，迄整个政治会舞甲大家就灰煞煞咧。邱老师，我最近电话去问到，就是头拄主持人咧问黄老师的黄理事长的迄个问题，讲会合的，哪会甲八会合的吼？我去问到尾，我拢讲要食好心，家己合啦，家己合啦吼。我看是要哪会甲八要合吼？我个人的看法啦，我无遐乐观。啊，对于较早开始到今仔日为止，啊，我伫你的节目内底可能嘛讲过，吼，基本上我无遐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咱台湾的政治的文化无啥要接受这。咱台湾即摆政治文化就是哪会甲八，哪会甲青的，好嘛？要势不两立，势不两立，哦，要拼到底，啊，一边是正义的代表，一边是魔鬼党，哦，两边要拼一个生死的，拼一个输赢的，哦，这是咱台湾所习惯的，较惯势的啦，较惯势的一款政治行为啦，哦，啊，但是咱即摆台湾呢，基本上咱的民意结构，因为我做政治学研究的嘛，哦，我看咱台湾即摆人，我叫做政治态度啦 ，political attitudes 啊，台湾人的即摆政治态度小可咧变。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然后因无咧看什么讲，恁爸是青的，啊，你一定是青的，啊，恁爸是你阿老爸是哪的，你阿公嘛是哪的哦，你绝对是哪的，无一款代志，啊，即摆开始咧变啦，啊，所以我这话我今仔日嘛讲伫遮，啊，政治联盟，哦，是咱台湾人。必须爱去合适的一款新的政治的文化，啊，所以看文到一句话，我是赞成的，吼，伊讲选举就是一款改变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啊，这句话我有同意，啊，伊毋是逐句话我有同意，吼，这句话，哈，这句话我基本上同意，啊，但是咱台湾人的政治文化，对这届选举开始，咱大家爱学一寡代志，啊。政治唔是安尼想，迄唔是咧拉帮结派有无？哦，两边要相杀，唔是啦。社会运动啦，伊是分做几边了后吼，可能我即届会甲你合作伙，啊后届我会甲另外一个合作伙。老师，我安尼问一句啦，啊，郭文哲今日选了后，败选了后，吼，倒位面成功，革命尚未成功，当之仍需拍拼。有可能啊，啊！但是你也甲想看嘛，伊的支持者，到投票迄天嘛是安尼，这袂变呢。伊的支持者80%是40岁以下的少年人，啊，另外两个党哈，尤其是国民党，所以我讲一个较实例，尤其是国民党，伊的支持者平均年龄55岁，这边平均年龄可能20几岁、30通岁啊呢，哦。到时咱即马来判断讲，30年了、20年了后，台湾是倒一边的人咧主导啊，所以可能啦，可能即届选了吼，看面就倒伫遐袂叮当，迄有可能啊，但是嘛有可能讲，伊甲即个党带起来，伊变做台湾的一个未来的进度。我头拄咧讲啊，我小可较理论啦，啊。我无甲讲，无讲甲真现实啊！讲一个较现实的，明仔再去哈，侯友宜，吼朱立伦，甲柯文哲，听讲马英九也会去参加哈，因4个人要开会，明仔再吼，伫什么马英九基金会啊，伫遐咧开会要最报道讲是。最后一次的协商哦，敢是最后我嘛唔敢讲啦哈。但是双方的立场即摆已经真清楚。柯文哲一定甲你算全民调，袂让，村内伊拢会让，这点伊袂让哦。啊，全民调若准输，愿赌服输哦，伊一定接受啊。啊，国民党这边呢，
伊坚持60%的全民调，40%的政党支持度。这点我到这阵我还袂上通。即阮小等吼，我来插出来吼4位吼，来好好研究一下，因为我对这个吼嘛真正有疑问呢，因为这是全民调呢，啊若是这绿色的支持者，我甲你支持相对面呢，啊这是要安怎？就是会使叫一啦。啊，你讲4成，我讲7成，大家发巴拉眼啊，这是伊明仔载伊要去发巴拉眼的嘛吼。啊，不管结果是安怎。国民党伊是坚持这款的办法嘛，啊，这两款就讲袂起来。我头拄咧讲，我无遐乐观，就因为这两边啊，因即马基本的立场是无共款。好，安尼我问个好字吼，你会也袂55吼，啊，你嘛是40以上，吼，拄啊邱老师拢无讲着你，吼，但这种吼对着咱台湾，因为这阵啊超4、5个月啊吼。看了嘛，有当时会先，虽然这嘛是你的工作之一啦，你的观察嘞？你讲什么观察？明仔会行袂？明仔哦，还是家己合，还是一拜啦，讲实在。哦，要变成一拜。你即摆看起来是柯文哲跟马英九是想要夹啦，吼，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对他有利。我因两个去算啦，这个游戏规则对他有利嘛？那郝友宜跟国民党是看起来他比较排斥嘛，吼。那他们现在提出的这个6-4的方案，就是6成的全民调啊，4成的政党吼，啊，这个看起来柯文哲嘛，无讲一定无爱，是讲这这点我也再给你讲补充一点，一定无爱。不是啊，一定无爱。他现在讲的是说，最起码他这个比例上面还可以协商。他现在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讲嘛，吼。啊，讲实在啦，我讲起码你讲吼，绿营的灌票啦，吼。到底对谁有利？嘛唔知啊。绿营对柯文哲的仇恨值足悬的啊，对不？啊，你讲以找一个姚立明嘛，是讲我这会当对付柯文哲嘛，是要怕你国民党啊。所以绿营的怪票对谁有利唔知，啊要不要排绿嘛唔知，吼。啊，讲实在，你讲进党的支持度，你国民党一定足悬。你两个起码差不多嘛。输赢拢是讲较白的啦，吼。您起码可能就可能是民调的误差来决定上输赢啦。所以俺就敢若也是8刀啊。迄是跋杯嘛。啊，你讲国民党即马想讲，我一定要跋稳赢啊。吼，你讲你政党支持度真正比人悬遮济。讲实在，你老早讲的无错啊。你讲有迄3%，可能摕迄3%可能较实在啊，对无？5%。不是啊，就不管有迄3%、5%，迄较实在嘛。你即马变遮济，而且国民党要考虑一点啦吼。你明仔载在那里破吼。即摆有当宣布偌成的当选啦，吼啊！你国民党规个那个士气规拢放弃啊！你后壁要怎选？你后壁立委要怎选？即马是郝友宜甲朱立伦都无咧伤济啦，吼，拢刚刚讲我搁有当当马英九啦，我讲明仔载那是破吼，明仔载那是破，我用国民党随出代志。你就保送赖清德当选，国民党的蓝军的规就会花去啊！你爱考虑这点。那照你安尼想起来，安尼就一定不管如何，一定要接受郭文哲的条件，跟和解。因为你考虑这是讲原来是讲马英九顶礼拜5马英九讲这个时阵，第一时间郝友宜是讲伊是不爱接受。不爱嘛？啊，朱立伦是讲，我就是爱德国制的，迄一半的吼。哦，什么对比、占比偌济安尼啦？不是啦，伊讲迄阵是讲，一半的全民调，啊一半的政党。伊第一时间是讲这啦。对。尾啊是讲韩国瑜落来讲，我支持马英九嘛。啊，你都无法度讲好无？我来讲看卖，佮想要拗嘛，即摆是拗袂过，再要来讲嘛。因为我咧想，你若是拍，即摆拢讲伊。国民党起码拢是针对马英九，讲伊背刺侯友宜啦，扯后腿啦，啊，国民党团行开记者会，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明仔载卖参加这场啦，迄就是无爱嘛，吼，要毋讲咧想哦，你起码伊拢唔敢讲韩国瑜啦，吼，拢唔敢讲韩国瑜，拢无韩国瑜啦，拢是歹代志拢马英九做的，吼，你起码吼，你若是马英九的，你无接受，你搁否定韩国瑜，我就问你嘛。后盖复选的时阵，你叫这两个要讲啥？你本来想要找韩国瑜做副手，今麦够有可能。你讲要还要2个人热情拥抱，够有可能。啊，
减这两卡，吼，你后壁是要怎算？你甲我讲。吼，你即摆你就对啊，你后壁是安怎算？就真正你真正挡会掉。我有伊甲主任即摆想代志想简单啦。我讲，明仔载要动吼，真正会出代志。我讲破了，那个蓝军志绝对把你们当成罪人。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伊就是两个人，那照你来讲，你即马讲出去，伊即马合脚啊。即马是讲两个可以当画把它看呐。吼，我刚刚是讲柯文哲可能不会完全没有让的空间呐。你完全都不让，那就是喜欢凹玩嘛。好，但是你说，如果说你完全都不让，那就侯友宜正中下怀，然后想好弄你柯文哲的代志，不是我。但是如果说稍微有让，最后不成的话，那个责任最后要看责任的归属。但无一定柯文哲嘛欢喜来演这个傲慢的角色的像柯老师他讲的呀。即摆会当以小博大，有可能会食了国民党员，那会要傲要创啊？林准，你感觉咧？我感觉今仔日暗足重要啦吼，今仔日阴暗对吧？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的伊幕僚吼，到即摆搁咧开会啦哈，然后是讲为啊，你就想嘛，明仔载这个对啦，因为咱都是讲啦，你来看哦，明仔载对不？你看四个大的坐遐，恁即摆标题顶头拍讲马英九要做见证人嘛，我即摆较烦恼的是，伊明仔载是见证人。公证人还是调解人，你知哦？你已经走社会嘛，主持人。安尼去看迄民事的调解庭，你知哦？坐喺中的咧，啊来，你想你咯。啊无，你讲，啊两个敲袂好，来，咱两个外口讲。你感觉明仔载马英九要做这个角色吗？无可能啦。所以幕僚一定今仔日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先出来。明仔载四个大的坐遐。陆秀三先裁掉。对啦，啊无干真正马英九讲来，你讲，我马英九嘛无这个精神啦吼，我甲这体人，咱来讲这第一点嘛，第二点我先补一个啊。搁一个人叫做郭台铭，大家对咯，这刚刚就未记攻击这个。我跟你讲，伊足重要的，你知无？伊当初是送103万份的迄个连署书出去对无？今仔日下昼的是中选会该通过啊。哦。通过偌济份，你知无？902389份。哦，第一名。哇，有强无？有强。90万的，有效的哦，唔是什么伊家己讲我家己捧红哦。啊，我问你啦，明仔载4个坐遐。啊，过要安怎？你即马4个调解庭开完，你个边后壁一个郭台铭讲歹势第二庭来，大家来讲。哎，你袂使无共尊重，所以我就讲，我赞成拄啊两个老师讲的。要插伊啦嘛，我无意见，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吼，郭台铭今仔日通过的，伊都是90万份有效的哦。郭台铭这个数字真个出来哈，对歌的哈做有利。我想他们这应该想到会落掉的吧？我根本都我有破局的本钱。因为规定阮所在破局的本钱。这个贵党迄边已经贵党有要选无要选，迄是伊家己的选择。但是拄啊老师讲的嘛吼，这段时间国民党是听到郭台铭，当无听，你知无？看到郭台铭，当无看。刚才郭文帝是讲，我要起来徛喺边啊，对无？无代志，两个人会使食卤肉饭，吼，会使食面，会使开讲。我唔知有唱歌无？夜会啊，夜会对啊。对啊，所以伊即摆伊的郭台铭这90万份，我就讲要算啥嘿？我认为郭台铭会行到底无行到底，迄是一回事，因为咱老实讲，郭台铭即摆伊个连署站3000几个拢我坑对啊，即摆伊有牌，伊即摆毋是有牌呢，你即摆我即摆有人呢，有兵呢，我90万呢。林准，你认为郭文哲会去思考讲郭台铭啊，佫有这个合作的价值，而且提出来最高，伊拢讲过这个。另外我佫有这个哦，国民党当初是，莫讲当初，即摆这段时间是安那批评郭文哲的。你无内在啦，你有啥物组织对无？啊，但是国民党伊无发现一件代志，伊拢即马拢咧讲民主，你知？所以有一个广告了，无内在佫欠鸡死摆，你讲你家己你若真正像你讲的，你即马做啥物活动，你买几万人啊叫伊出来啊，你都赢啊，你是假惊啥？即马换国民党出来啊，郭台铭迄90万也是敢会斗阵？我内在嘛袂歹，你知无？90万人呢？所以你即马要讲组织，我来讲吼，今仔日郭台铭这个90万份有效，我认为对明仔载这大家伫讲啦，有影响。变数，当然有影响完全无影响，无人咧看戏，无人咧看戏，无是安那想？你戏嘛，啊你全中华民国有史以来贿选案件最多就是你，对不对？你别搞讲迄种实在。无啦，
我意思讲啊，不是啊，迄数字，迄是有一个数字，你有过门槛啦，你要选就有咱选啦。你讲你有90万票，宋楚瑜迄届就是连署46万，开3万，那不是？对不？你过来面看，我叫会顶人90万票。所以你认为国民党完全也是袂去插郭台铭？无可能的代志。我是意思讲，国民党会摕这个来迄个啦。会啦，咱讲国民党嘛，唔敢甲郭台铭较做伙啊，因囝家要走出国去啊，对不？我是知影伊已经放假10几工啊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无看新闻？因竞选总统。郭台铭囝啊。所以度假是啊，不是，已经出去放假啦，10几工。郭台铭所有的活动是上奇怪的，伊上奇怪的所在就是一般咱咧讲，你要做连署嘛，吼，你要冲这个份数，你要拼总统选举，无人伫迄个行程无公开啦，对无？你啥物物件拢无公开行程，所以大家会认为讲你无真正要选到底，所以伊有影响无？因为我拄仔就讲嘛，吼，伊会选到底无选到底，迄是因兜的代志，伊家己爱去决定。但是伫选举来讲，国民党今仔日为虾米敢大声？伊就讲啊，我逐场出来2万人、3万人啊，无人会去讲你国民党无组织啦。我来老实讲，所以拄仔主持人讲的像郭台铭，毋是干啦，迄90万有虚无虚，有贿选无贿选，迄司法去调查，咱在座无啥物人资格讲你有啊，票无开出来，谁来知影当初是伊咯？大家拢讲宋楚瑜嘛，宋楚瑜当初是2个去用讲嘛，总统大选过来就台北市长的选举嘛，甲讲嘛总这，迄我无意见。选票爱开出来才知，无人讲一定100%是安尼，若是100%安尼，国民党早就赢就改变。这就是即马国民党的人为虾米？我老实讲吼，伊即马嘛真侪人伫骂柯文哲，但是咱即马冷静落来想，这个人骂到底是骂柯文哲，还是伫骂朱立伦？是认为讲你国民党今仔日人甲你讲甲安尼啊，你拢唔敢前面咯？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一半伫骂国民党啊。但是另外真大部分，伊其实你骂你党国民党你创啥？人拢安尼甲你看袂起啊！你阁无想要甲伊战，毋则逼甲今仔日主任今仔日早起国民党真奇怪，你发现伊的党团阁开一个记者会，讲你妈会拜托的，你即马去做真总统、做真主席，你袂使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讲白话较简单啦，不要再干政了啦！这讲话有活动的呀，结果。记者会都开了，国民党讲啊，歹势，咱明仔载大家要去马英九遐，咱大家就来坐落来讲。啊，即马到底是向吐槽？向公为甚？我就觉得任俊的话啦，吼，过来面就90万票，90万人数嘛，对不？两千零吼，啊，宋楚瑜是偌济？94，我要摕几票？466万票，过来面起码有400万票的数的样子吗？不啦，对。查太济，这个不能够这样看的。他的艺术哈，我可以理解。不要这两个比起来，所以你讲这两个人数拢真的，拢是有这个热度，我就无遐相信的。对，我嘛相信讲可能无400万票啦，但是我认为是安尼，4位200万。宋楚瑜嘛，46万票嘛是宋楚瑜嘛。对。啊94嘛是宋楚瑜嘛，即摆是倒一个嘛，我感觉是后者嘛。我想吼，我的概念，我想4位听看卖，就是讲好有答无答吼，你这个郭台铭吼，你嘛是一先败啦，我嘛猜掉的吼，喊你做生理，啊看起来，看你有要败啊，无爱败，安尼啊，你若有败吼，你就摕去食，啊你若无败，我摕来收去拼去就去收，安尼。我来写邱老师，我来写一个剧本啦。19号，下晡1点半入场，2点开始，迄个邦桥的台北体育，新北的体育馆，跨文店，迄天是正式要宣布，哦，因为过顿工就要开始登记嘛，吼，伊即马伊开始咧演讲，吼。讲到一半，会介绍介伊的副手，吼，啊，即马大概甲迄帘子掀开，那叫咱国语叫做开，即马叫做开盲盒，叫做内底本来唔知是啥物，即马甲开开甲读出来，哈，造出来的人是郭董。戴个墨镜，不管墨镜也好，也是迄个澳洲迄个面具哇，一个露出一只眼睛啊，贴大家看伊身材嘛，知影迄是过档的。啊，宣布讲因2个合作伙，我即摆是讲的，我即摆是剧本哦，我唔是讲真正会发生哦。
我无咧讲真正的代志吼，我是写剧本啊，大家想看嘛，吼，这款阮咧做说兵推吼，这叫做 scenario， 叫做想定，这就是想定，迄那这个状况，那阵有影发生啊，你即马是校友伊即马以遐的人的票会安怎投？照一头拄讲的吼，一半会骂柯文哲，一半咧要骂朱立伦，骂侯友宜，即马这个新的状况发生啊，柯郭配成了，这边谈不成，明仔载去会成袂成，明仔载就知影嘛。那阵咱即马假设嘛是无成功，19号就变做柯郭配出现啊。校友伊的票要安怎？要安怎打？我相信一定有，一定比例的人差不多200万到300万中间，坚持要投国民党，这我相信一定有，因为伊叫做国民党，较早有人民进党那个讲生笑，迄叫做国民党，国民党的人一定有，伫台湾即马250万到300万，我咧估计一定有。但是选出来顶一届迄韩国瑜摕偌济票？500几万。即摆有差200万，这200万票各位想想，伊要走倒位？走去偌清地迄边，敢有可能？有啦，较少啦，有即个足毒啦，足俗气的，好无？走去偌清地遐，我看无济啦，可能100多万票，冠队。安尼，老师，你的意思安尼就弄去到刮过配哦。我补充一下。刮因这边那阵吼，我假设即摆是有400万，这200多万管的嘛，会算呀。我补充一下。我讲到这咯。补充一下，这2天吼，我唔是当面啦吼，我有一个朋友有去看一个重要的立业的人物吼。伊咧讲到这个选举，因即马上担心的吼，因讲的啦吼，我是转述的吼。上担心的就是你这款的发展吼。伊安怎讲呢？伊讲即马因为吼，内吼，伊个领先这个科吼5到10%，锅加下去的话哈，会把这个数字补上去，补上去哈。那我们讲说，那不就是新竹模式吗？对，新竹模式嘛，哈。好啊，新竹模当然，这拢是一种讲法啊。但是开始有一个，你拄则讲迄个，那这柯甲侯的选票哈，支持度的选票结构哈，刚好天差地别。好，一个年纪大，一个年纪轻，而且哈，包括联合报跟那个民调，我都有讲啊。啊，甲包括咱顶一摆迄个余修来咧讲哈，应该你内部的民调，民众党的民调讲，如果是侯柯配的话。40岁、30岁以下的原来国民党的支持者拢走了，伊个讲是安尼，结果我看今日联合报的民调是讲蓝白合如果是侯柯配，原来支持柯文哲的有4成5会跑掉，好，但相反的，如果是柯跟郭，柯这一块基本上不会流失了，好郭这一块加起来的1凹，是不是会对国民党会产生另外位移的效应？就是主角讲的这款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有听到讲。看起来立业因的这届你参与选举的人是伫关注。加起来袂走吗？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我用我们政治学的专业来看哈，因两个无可能讲1+1就直接等于2啦，你即马对个加起来无遐简单，一定有一寡即马咧对过党的有期待的人，伊可能会走去偌清地遐，有可能，这是有可能，但是比例无介悬啊，就是讲。咱做一个假设啦，吼，即马过党的伊的支持者吼，即马剩90万啦，剩100万好算啦，吼，咱掠100万，甲6成，灌来科这边，吼，这边伊校友伊才会帮袂，一定会帮嘛，伊票补入来了后，伊一定伊甲郭董合在一起的结果，一定是1+1大于2。哪是等于2呢？也是1+1一定大于2，只是这个2，今日赢一定会赢，无一定，迄个佫无一定。但是机会一定比这边较大。我想恁2位来，任准你先讲。因为剧本大家拢会使写啦。对，老实讲啦，就说
我完全相信甲支持拄啊胡子讲的吼，就是郭台铭绝对毋是送出牛啦。所以无人会认为讲郭台铭今仔日90万的人数出去，伊即马讲有效些，伊摕400万，我嘛免碰风啦，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啊！90万票，咱就讲啦，郭台铭伊的支持度差不多几趴，咱免甲碰风啦，3%有无？全台湾3%有无？应该是有啦。3%应当有啦，免3%脸书的心声对有啦，3%绝对有嘛，3%偌济票？3%偌济票？54万票左右。差不多50万票，合理啦，吼，咱莫讲到倍数90万乘以3，两300票，我200-300，我嘛想好难啦，吼，50万票。我认为今仔日黑暗的发展会安怎？你知影？我拄仔讲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幕僚，即马伫讲嘛吼，看咱这个爬手，不管你要啥物对比啦、占比啦、啥物货币，其实咱讲一般人听拢无啦。我问阮母话讲，你即马正国民党去讲啥物？阮母话讲是咧比啥？我们听拢无。啊，维士比啦。好啊，你一讲你甲民众讲啥物？我要比这个。采一罐啊，维士比啦。对无？内在摕出来就，迄拢无重要吼。我认为伊的幕僚会互相伫遐协调，但是。我认为柯文哲会去找郭台铭，为什么真简单？明仔载要大家要坐落来讲啊嘛，对无？郭台铭伊的角色，其实咱就是讲哦，伊会使影响总统大选嘛。我无认为，我会使负责任，我用家己的名讲，我无认为伊会决定输赢啦。伊个人无法度，但问题是，伊会即马会使去增加柯文哲明仔载去甲国民党讲的是，我意思是安尼嘛。伊即马伊若是会使叫我去，所以你看明仔载10点进前哦。哇！这代志会使发生嘞！今仔若过，今仔讲一句，所以你讲伊暗时会走去找伊。冬天你我两人有酒抓，你无嫁我无娶，那会出来我会巴肚一日大。明仔我要去注意国民党。明仔是10点开会嘛吼。啊，郭台铭啊，郭台铭明仔高等部开一个记者。来，好字。迄嘛就可能啊。宣布伊这个90万票。来，这嘛就剧本啊。来，三位咱听好字来，你的剧本呢？我跟曲老师认识才会被上到当啊。我曲老师讲一般来讲，我拢就赞成伊讲的，这样这个我是无赞成。我讲真正，第一个就是郭台铭在这个台湾社会现在已经是一个负面的符号。他有票，3%还是有嘛？他带来3%，他赶走多少？前面之前的民调可以看到，只要加郭台铭，中间选民跑光光嘛。好，第二个，好，即马是讲郝友宜甲柯文哲两个甲做伙，民调多赢1点嘛。你讲伊甲一个郭台铭，只有个5%、10%的郭台铭，并讲会赢。这两个1+1加起来都无够啊！啊，你这两个小的加起来会够？啊，这个算数我就不会算了咧，我也不要省啊，对不？那有够啦，迄两个加起来就无够，啊，这两个加起来有够。这不靠这哪是？这不靠你的代志嘛？一个两，这是两行代志。不是啊，一个3卡拄啊，一个2对啊，不一样啊。郝友宜嘛是在算啊，拄啊，阮咧讲的，迄个嘛是讲郭台铭有继续选的情况下的3卡拄啊，对啊，拄啊嘛是安尼讲啊，从来没有排除过这些人呐。那你讲这两个加起来有够咧？无，我的意思是讲，可能有一种情形是，因两个人啊斗起来了，哇，郝友宜这边才气才消气，不是啊，郭台铭绝对不是正面的形象了，起码看起来你有钱任性，吼，然后看起来啊，大家咧变来变去，吼，啊，搁设计一大堆贿选案子。你讲中间，你看了这种人，中间选民被招了，年轻选民都等下落，是啦，我承认啊，吼，国民党加柯文哲讲伊年轻人选票招了，啊，伊甲郭台铭年轻选票没招，靠有这种代志，这种想法拢一厢情愿呐。我感觉咱即马讲的其实是两件代志啊，为什么吼？拄啊，后子讲的迄，我完全拢赞同啦，吼，为什么？伊讲的是上歹的迄个状况。就是到上尾郭台铭入去啊，入去选，伊是一个卡，伊要选，所以伊会使摕到偌济票。但是我拄啊发现，我讲的问题是，因为明仔载郭台铭伊无参加迄个协调嘛，吼，伊无迄个局嘛，吼。明仔载敢若柯文哲甲这个朱立伦甲侯友宜，问题在于是，今仔日郭台铭这个90万，若是伊会使甲柯文哲合起来。
去甲国民党讲的是对柯文哲有加分无加分？这无到上尾，迄个强讲什么郭台铭要去？我老实讲吼，就是讲今仔日大家对郭台铭到底伊是加分，还是兼迄个人的看法无共款啦？吼，我若是讲，就刚刚讲你讲伊这个90万票吼，讲有效的这个到底是有偌济是有买吼，还是有害吼，还是有安怎？我嘛唔知，因为为什么？迄唔是我公布的，迄中商会公布。所以我拄仔为什么讲一个3%？因为真简单，我甲所有无合理的物件拢甲提去。我为什么调降控3%？因为真简单，柯文哲当初是安怎讲？我若比全民调，我输你3%，我嘛算我输；我赢你3%，我嘛算我输。所以郭台铭这个趴数，伊若后壁，伊即马大家协调讲，伊要安怎算我唔知啦，伊要安怎讲决定跟侯友宜要安怎出来，还是柯文哲出，我唔知。伊会用全民调无全民调，即马大家讲法无共款，有人认为讲柯文哲无可能放手啦，或者甲你拼甲底，看你国民党要啊，迄是另外一回事。我即马就讲，因为柯文哲。伊捌讲过，讲我若是伫即个做误差内底3%嘛，伊讲3%嘛，我就算我坏，我嘛算我输。若是过即边的，伊实际会使掌握袂遮的票，到民调迄时，伊愿意去支持柯文哲。你感觉柯文哲伊要甲侯友宜去谈的时，伊有一个底气伫遮讲，我有增加一寡，我有较有力的会使说。所以我即马毋是伫讲后壁，计到真正投票的时，郭台铭落去3卡拄、5卡拄、8卡拄。迄是上尾迄段，但咱即马目的咱即马讲的这个部分是讲明仔载柯文哲伊有啥物盘会使排？就是我讲伊提出来做生意啦。国民党讲嘛，这才是即马重点。所以我即马讲，今仔日郭台铭这个90万，我为什么讲今仔日会啊？我相信柯文哲一定去找郭台铭嘛，因为我若是柯文哲，我嘛会去找。我来解释啦，比如讲你两个即马要谈判嘛，吼，你要互惊嘛。你爱惊是我爱惊，毋是你家己爽嘛？吼，即马白是刚刚讲郭台铭加落，你就会惊，因为我感觉我真爽，我票会加较济。人爱毋是安尼看嘛？人爱即马看你要加郭台铭，每一个拢拍无啊！我来讲，不管是侯友宜、马英九，我每一个拢拍无啊。哦，伊是讲这是对你是扣分嘛，伊毋是讲对你是你加分，所以讲你要拿这来威胁我的时候，我也无敢干嘛。你甲我说，我加分真济，我加100万票，伊毋是安尼想的啦，哪会袂安尼想？所以你抢伊，你抢袂到伊嘛。哦，安尼这成绩唔通提出来来。唔是应该是安尼讲啦，伊提这个吼用来坚持讲一样全民调只有这一项，没有政党这一项啦。他会坚持啦。啊，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同意，就是这东西不用这个也可以呀。不是，它不是关键因素嘛。不，它是关键因素，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没有松口啊，还有政党。你拿郭台铭来威胁他，威胁不到啦。不是拿来威胁，意思说我可以破局啊，我还有下一步嘛。我有本钱下一步嘛。我来讲吼，今嘛现在整个台面上最想破局的是谁？就是侯友宜跟朱立伦呐。你还要恐吓他说我要破局，他正中下怀，雄厚啊。啊对哦。不能安尼啊！安尼大概出来啊！安尼答案就出来啊！来给他解散下课。我一开始就安尼讲啊！那这样，我一开始就安尼讲啊！所以马英九不是去互柯文哲利用，是去互朱立伦利用去。我先卖互你来啊，可能互你来。我一开始就讲柯文哲可能想要大啊，侯友宜甲朱立伦想要破，我一开始就安尼讲，对不？对，你讲可以过来过来面来破，啊，大家做破拄啊好尔啊。对柯文哲来讲吼，伊即马上重要就是伊要选总统，啊，因为只有伊做总统，伊才有可能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啊，这是伊的基本的思想。啊，但是伊嘛真现实的知影讲，因为伊无组织，啊，伊的政党才成立才4年尔，啊，个细汉。哦，所以国民党常常都爱用这款食伊的豆腐啦。咱40%或是50%来做政党支持度的比赛哈。这对柯文哲来讲，你这是你咧甲我食豆腐嘛？你明明知影讲我迄点吼。无啦，伊平常时嘛食人豆腐。是啦吼，我着迄地还袂发育好嘛。啊，你就是要偏要甲我比迄地。啊，但是我真清楚，因为我知影讲我无法度执政，完全执政嘛，因为我无迄个我政党无迄个实力嘛，所以因为无办法，所以讲我执政权交互你国民党，啊，我做总统啊，做总统上重要，我头拄来讲改变政治文化嘛，啊，带领咱台湾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莫行唔对去。
哦，啊，即互新的一代，因有希望，这是就我所知啦，这是看。你相信你讲的话啊？基本上，我跟你讲吼，柯老师讲的这我跟你讲团金哦，因为我甲伊相处4年，合作4年嘛，伊这个人有真侪缺点，这我讲实在话，伊有真侪缺点，但是伊有一寡真的部分啊，比如讲伊讲话，伊定定吼，你3句话，听伊讲3句话，啊，但是你无听到重点，你小可甲口一伊就讲出来。哦，所以迄讲有人讲一定定啦，这类足济，我咪一项去讲，去讲啦吼。就是重点就是伊这个人，伊这届伊袂就是要抢着总统的这个位，所以讲伊明仔载伊甲国民党讲的，所以什么全民调，这偌济，对伊来讲，伊自头到尾，到上少到今仔日为止，哦，大家看卖嘛，伊全民调无变过，剩的伊可能会变。啊，那这嘛是伊的缺点之一，就变来变去啦吼。伊剩的拢会变，一项。所以老师，你认为伊敢有感觉势在必得？有啊，伊若真无这个疤，伊哪会升到安尼？伊即马跋到安怎呢？伊即马跋到讲，国民党你考97分就算100分，我看分着考100分。嘛算97分尔呢。我有你唔是3%呢？咱若准讲正负来算，加正负8%但是伊刚讲迄3个民调吼，我但无人相信啊。是啊，伊挂迄3个民调。即马求真哦，求真要过迄工要过朱立伦嘛。伊就讲你做啥民调嘛。啊求真迄工讲要甲过嘛。对不？啊。因为我手头有因做的细目啊，所有的数据我手头完全。是啦，几内面18%，你大家无人相信嘛？几内面那要做到18%嘛？你这是看结果啦，阮是看数据啦。啊，你数据会灌水袂？可能有哦，可能会，可能会。啊，但是你要提出证据来啊。你无证据来讲，一个学生吼。所以老师，你看迄过程，伊那是有咧照步来，有啊，只是可能数字，可能数字。基本上，伊拢方法论、抽样、甲数字、甲加权的的部分，阮即摆上重要，阮咧看这加权，主要的看加权的部分，加权，对，看你的加权是有合理还是无合理。迄阮伫阮的专业内底，迄拢有标准的，迄毋是讲我要加权偌济就加权偌济，无迄款代志啦。所以老师，迄个郭台铭18%是加权唔对还是对啊？伊有权数啦，伊有权数啊，但是伊基本上伊的数字嘛是无问题，但是呢，结果足侪人会怀疑，包括我第一届看到啊，伊出来的时阵我讲有啥唔对？是啊，我也准讲正常的，正常吼。联合报做侯友宜才18%而已。我来讲啊哈。你相信？敬雄郭董的支持率，敬雄在所有的民调来对，差不多7到11，这是算做敬雄。伊做到10倍，有影是有较悬，但是你嘛准无证据，你袂使讲公开，你讲你讲灌水，你做假民调，这袂使安尼讲，因为伊若准有做假民调，伊唔敢甲伊的基本的数据全部公布，伊即摆伊的数据唔是我有尔。你去伊的网站，全部拢会找到。迄3份民调吼，咱老实讲有2间有公布伊头进前的，吼，就是伊头一届统计出来数字，甲以后来加权以后的数字，但是有1间学校无公布，伊公布迄个数字是加权以后上尾迄个数字。民众党当时是等一届等3分，伊的用意真简单啦。你会使怀疑、甲质疑、甲你无爱相信拢无要紧，但我3间做出来拢是安尼。伊干那要达成这个效果尔，所以你看哦，今仔日国民党讲啊，你这倒一间啊？我嘛感觉真奇怪，讲咱真少看到政党讲直接去点名讲倒一间，我感觉你就是做假，无人安尼做，你会使无爱相信嘛？因为你家己手头的，咱老实讲啊，你要相信无相信，你家己拢唔知啦，你知啊？所以伊迄个操作足奇怪，所以对民众党来讲，伊当作是伊达成一个目的嘛。我迄个无公布讲伊的前后的数字的迄间学校，你大家看到迄个数字，我甲你讲，迄是调整过。但是我做出来结果，甲你迄2间互你质疑的拢共款。啊，你要去质疑迄间学校吗？无人去质疑迄个学校，所以
我讲伊的效果真简单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我即马就是敢甲你拼，我敢甲你战，但是你国民党你敢接，甲无爱接尔。这真简单，所以我讲，为什么对真侪国民党的人，伊即马会认为讲，你即摆问题到底是柯文哲的问题，还是你朱立伦你今仔日带这个国民党，还是你侯友宜做一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你今仔日拄着这，你甲大家讲哇，你什么枪林弹雨拢行过，你什么物件拢徛在第一线。但问题是，即摆人球拍互你的，紧来闪者，你打躲避球的吼，奇怪啦。这吼上尾时间吼，要请4位吼来评论一下，因为咱咧总是来讲吼，咱咧讨论哪必合吼，上后尾咱也是来关心讲，这就算讲吼，因吼先结婚啊，才来谈恋爱，这难道是可以啊？尤其他都邱老师所讲的。柯文哲心心念念就要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吼，乃至到伊过去在电影东部啊，伊接受到各式各样的人，吼，这要安怎来甲评断这个人，而且讲，哦，啊，若真正合起来，迄是台湾的政坛，那譬如讲民进党会好啊，反省，吼，啊安怎，还是安怎？我请4位来，理事长。这讲实在哈，按个即马讲拢会使讲啦哈。大家我看即马大家咧讲什么第3次民主啦，第3波民主啦哈。那我咧看政治来讲吼，其实咱台湾的这个制度吼，即马总统这个不管是权力，还是伊享受的资源，吼，还是伊去派头啦，吼，甚至我讲一项吼，即马总统之选的迄个安全小组啊，吼。出来哈，最近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因为有一个总统的车队不是被人家比手指嘛，其实主要原因是跟什么有关的？维安嘛，咱的维安哈，有一个数据讲，无具体啦，讲一个数据，总统出巡到下乡去哈，维安直接人员大概几百人，动员的警力几千人，受影响的民众几万人，这个架构是什么呢？以咱台湾的这个国家，咱无小，但是嘛无法大哈，是因为与老蒋迄阵啊为中国留落来，咱所有的制度包括什么？包括总统的权利，虽然经过修宪，但是以前有一个临时条款，那个总统权力是完全集中。后来的部分，蒋经国到李登辉没有改。好，我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到，讲拄则你讲的哈，柯文哲讲想要改变这个文化哈。我跟你讲啊，人坐到迄个位置哈，我出巡过去哈，刘邦啊，刘邦刚拿到天下，小时候那个像前辈都没有把他当做那个老板啊，他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后来就萧何帮他设计了一堆那个曹仪呀，现在做起来就有滋味了啊。大丈夫当如是也。OK， 所以根本的问题讲实在是当然叫宪法的部分啦，这给你。这制度哈一项啦哈，当然要改也当改吧。柯文哲若是讲伊当选，有这个想法哈，第一应该改的是总统维安部队应该缩小，不要再影响这么大。你看人北欧啊，那总理礼拜天呐，还让他的维安休假，自己骑车开车去买菜。哦，当然我台湾可能无他像安尼哈，我是用这个例来讲哈，就是讲这部分我唔知影咱社会有法大期。期待有法大无？我是无感觉的啦，我是无感觉的讲有法大。而且我对人性吼无大信心啦，人做起了，我感觉无唔一样。邱老师，我想我讲一个小故事啦，这是事实。我伫台北市政府的时阵，柯文哲做市长嘛吼，阮做局处长的人吼，阮出国会使申请商务舱，尤其是较远的。行程较远的，我拢会使申请商务舱。柯文哲做市长的时阵，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全部不准，全部不准，全部只能够坐经济舱。去美国安尼啊？阮专家呢，伊去美国嘛是安尼。哦，也是。这就是咧。我就第一个反对，去美国坐经济舱做艰苦啊。这个小事情。但是你会才看出来，伊对一寡伊的理念嘛，已经坚持。但是我安尼讲，我唔是讲伊做总统吼，一定袂安怎袂安怎，我唔敢保证嘛，因为我嘛唔捌看过伊做总统，我捌看过伊做市长，我唔捌看过伊做总统嘛，对不？但是呢，我头拄一开始我就讲过，咱台湾人可能爱习惯一款代志，就是政治会使联盟的。
哦，大党甲小党，因会使合作的，因合作做伙，政府是会使操作的。咱看欧洲的国家就知影，咱等怎打开始，可能会有一款困难，这我相信一定有。若真无，迄叫做奇怪啊，绝对有。啊，但是袂使讲因为安尼，啊，咱就卖来做，因为咱即摆的民意结果已经变了。是，好是。我感觉是安尼啦，柯文哲即个一直在讲修宪吼，我们修宪门槛管到这行啊，讲修宪拢假啦，讲实在的。我觉得我赞成刚刚青龙讲的，就是说你要从一些跟宪法无关的去做。另外一个就是说，政党合作这件事情，你不能把它污名化。你当初跟时代力量、跟经济党也合作啊，没有人说你分赃啊。不会说政党合作就不能运作啦，啊，国外也是这样运作嘛，啊，你总是要让他找到出路，去污名化他没有什么意思啦。我感觉国民党上大的问题。